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因为我在世时，和我心安咸记住，也会学会甜蜜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天定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星星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第四节，我真爱讲这故事，虽然听到熟悉。要我要那嘴大，听我爱听到底，到底应光的所在，愿意天定的事，也是纪念这故事，求主仁爱无比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一定要讲这故事，永远星星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主。咱来记回应的诗是第126首，美妙主耶稣。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伫即个困难的时，主你赐阮话语伫阮心中，主你带阮行头前的路坚固阮的脚步，嘛用你的启示互阮知，主你是阮的救主，伊是阮的盼望，互阮有新的活命。主求你互阮的敬拜虔诚伫你的宝座前。阮用心灵甲信心来敬拜你，阮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即马，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。
上帝啊，你的慈爱哪会遐宝贝？世间人拢来美丽你的食果的知饮下，你要伫你的厝内享受丰富的宴食，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生命的源头在伫你。对你的光，我看到光。愿你继续施落慈爱，予捌你的人；施落公义，予心内正直的人。请人即马三角来吟诗学老上帝，圣诗538首。我心大欢喜，主伫身边。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请人压头三角的祈祷，疼痛的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赐阮平安，互阮搁经过一礼拜，着阮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你，用唱歌来学乐你的时，恳求圣灵的祈祷，成做阮随时的帮赞。主耶稣纪念阮中间有伫住院甲病厅的兄弟姊妹，求你保守看顾，每一时拢会当保护伊，
予伊会当平静安稳的过日，早日恢复，身体会当健康。主耶稣，阮也请你赐福，阮伫个即段时间疫情中有经济困难、家庭失落的人，请主继续来开路帮赞，因的生活会当得到帮助，无伫欠客。兄弟姊妹相疼，互相关心，透过会当读经，咱会当伫个圣经的教示来坚固阮的信仰，也透过小组的分享，搁较会当明白你、见证你奇妙的作为。阮搁较要常常用悔改的心来求你赦免阮。阮嘛要用祈祷的心，常常来学乐感谢你。求主保守阮，伫以下的时间来领受智慧的言语，甲圣灵的启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人三角来交托启应文第24，也就是诗篇100篇。全地啊，着对上帝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，着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属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无养的羊群。咱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着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里，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，上主至善。伊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信实传到万代。请人三角来公托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1节。因为安尼，我是听到恁对主耶稣有信心，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，就为着你不时地感谢上帝。我伫祈祷中笑念你，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光的天父，赐圣神，互你有智慧甲启示，通明白你。我恳求上帝开你的心眼，互你通知伊选伊来会当得到愿望是啥物，伊对伊信徒生应允的祝福，安那遮尼丰富。伫咱信伊的人中间，会运行的权能哪会遮大？伊有运用即个气力，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搁互基督伫天顶坐伫伊家己的正边，伫遐超越所有的统领者、掌管者、权能者、主政者，一直一切现在甲将来要称呼的hand头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上帝赐福听伊讲的人，听伊话的人。即时咱来学乐圣诗533首。我真爱讲即个故事。
请黄牧师来讲道，伊要分享的题目是“求智慧甲启示的祈祷”第2讲。在座兄弟姊妹，以及咱所有伫厝内底来用视讯来祈祷兄弟，来做礼拜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上帝甲咱三同做伙，也恳求上帝开咱的心思、咱的目睭，互咱会当来明白咱的上帝对咱的听。三甲来祈祷，上帝啊，阮恳求你，赏赐互阮圣神。通互阮恳求你，透过圣神的启示，互阮有智慧、有理解力、属灵的悟性，通来明白、明白上帝以及上帝一切事。主，互阮对你会当来得到快乐，知影上帝啊，你对阮应允的祝福偌大，你伫阮相信你的人身上所运行的权能有偌大。主，阮要对你遐得到确信，对着信心，对你有更较深的连结。恳求你今仔日透过你家己的话，互阮会当谦卑来听，听会当明白你的话，通成做阮灵性的帮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那顶礼拜咱有讲到，保罗为着有所教会来祈祷。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天父，赐圣神，互恁有智慧甲启示。第一个祈祷就是通明白伊，然后恳求上帝开恁的目睭，通互恁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愿望是啥物。那今仔日咱是第2讲，继续来讲到保罗伊祈祷的2项。第3项就是。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，偌尔丰富，伫咱信伊的人中间，得运行的权能有偌尔大。保罗安尼祈祷，是因为人无法理解来明白上帝，以及明白上帝的一个能力。这属灵的事是超过人一般的人理性所会当理解，无这个悟性会当来明白。所以呢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就讲，照圣经所记载，上帝为着伊的人所准备的是目睭袂捌看到，耳孔袂捌听到，嘛毋捌有人想到的。所以这个祈祷是为着未信的人，嘛是为着咱已经信主的基督徒。所以，互咱伫信主了后，明白上帝了后，咱阁进一步来明白咱的生命内面，上帝为着咱所备办的丰富甲能力。我叫上帝赐予咱一种属灵的理解力，一种悟识，明白上帝了后，可以当看明上帝的旨意。我会记得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老师，为了学校安尼赢足侪即个运动的奖杯啦、奖牌，拢放伫咧一个办公室内面。伊退伍了后，有一天伊就倒转到学校，然后就来到即个办公室，想要安尼去怀念过去我为着学校打拼所得到这个赏。去到遐时，发觉这物件拢无去，所以伊就问学校的工友，原来新的校长定心要来整理即间的办公室。所以这旧的年久未深的这奖杯奖牌拢要清理掉。敢若留一寡安尼，较最近几年的安尼安尼伊过去为着学校打拼所得到这成绩，拢无搁留地。当然，人也袂记得伊，也袂搁纪念伊过去所做。伊就安尼真失落，安尼离开学校。失去这物件，就若亲像失去伊过去伊的荣耀同款。较早有一天，我去探访咱教会一位90几岁姊妹，伊就讲起少年时阵的成绩，这壁有存真侪伊的奖状，这瓦壁刀嘛摆真侪过去的纪念品，这拢是过去的辉煌成就。
我就非常钦佩，他学了讲，哦，你真了不起。伊煞接安尼讲，牧师这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我现在感觉人生真正无圆满。然后佫讲，毋知影上帝佫爱我等偌久，我足想要去到上帝遐。一方面伊对世间无佫有圆满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伊对上帝佫充满圆满。上帝是伊的归属，是伊所爱得到的产业。伊有得救的确信，伊也知伊是属于上帝的产业。草的高大，水的花蕊会冷去，人的年老，身躯会衰烂，会病痛。地上的车花烟落，嘛拢会过去。所以，彼得前书第1章就讲到，根据上帝无限的仁慈，通过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告我，上帝有互咱定出世，通得到活活的圆满，来承受为着恁保存伫天灵迄个未朽烂、未拍拉散、未消失的福气。这个福气是啥物呢？通过信心受伊大能力保守的人，通得到准备伫将末的时期会实现的拯救。上帝拯救咱得到将末的拯救，这是咱上界大一个圆满。因为透过这个拯救，咱加做上帝的百姓，加做上帝的产业。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，伊讲：上帝啊，恳求你授赐予阮智慧甲启示，明白上帝，知影阮的温调圆满。也互阮知，上帝得到阮遮的产业是偌大的一个荣耀。台北捌讲，上帝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分业。可能咱会想到讲，有啊，因为上帝是赐福气的源头，上帝是我的产业，得到伊，我有得到真侪福气。但是有所书伫这个所在特别讲到一项，咱嘛是上帝所救赎。属于伊的产业，咱对迄个领受福分来想到上帝是咱的产业，但是咱嘛爱明白，上帝用伊大权能，伊拯救咱，互咱得到救。其实伊嘛是要得到咱成做伊的产业，而且伫伊的目睭内，咱是非常有荣耀、有无比价值的一个产业。所以为着这个尊贵的身份，咱就向上帝来感恩。咱讲对这个角度来思考，也是想到咱家己本身。有时咱来感觉，咱的看法，可能也甲一般的人的身份同款的时阵，就今生过去，今生煞。咱伫地上超找到真侪这荣耀，然后找到互咱家己有感觉价值的代志，但是这物件拢会过去。亲像这位老师安尼，伊若无看见。过去会当代表伊过去荣耀一个价值甲身份的，才会渐白渐歹。无佫存在的时阵，伊就感觉真失落。人生就是安尼，敢毋是？世上的代志拢会过去。所以你佫有感觉讲你是足荣耀足有价值的。咱若是甲一般的人追求这物件，你就知影讲，咱的价值甲荣耀拢是甲今生结连做伙，今生过荣耀价值佫过。但是呢，咱有迄个尊贵，咱有迄个荣耀，咱有迄种永久价值，是因为咱结连伫永远的上帝。因为咱结连伫永远的圆满，咱受上帝所救赎，然后咱有一个属天的永远的产业。咱有这种的身份，有这个连结的时阵，咱才会当感受到上帝看咱做荣耀有价值迄种的感受。所以有人在讲，咱的灵性的一个试验，也是试金石，就是讲你有看到永远无？只有你若看到永远，
注目伫永远的事，有一个永远的心思，你才会咱感受到你本身受上帝救赎的这种的尊贵甲荣耀。希伯来书第1章就讲到信心的一个定义。伊讲信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，这是信心。虽然看袂到，但你知影永远的事，追求永远的事。注目伫你虽然也未看到，但是相信会当得到的。希伯来书第1章嘛讲到真侪信心的伟大的人物，这一个你若去看这旧约关系因的故事，你就知影一方面呢，伊其实甲咱一般的人的生活拢共款。养饲这儿女，牧养这羊群、牛群来维持因的生活。伊嘛有生活的困难甲危机，嘛有战争，甚至嘛有家庭的纠纷。因的性情甲咱共款，有咧喜怒哀乐。但是希伯来书第1章16节讲到，因有一个信心的关键，因的羡慕是伫天顶迄个搁较好的所在，所以上帝无因为因称做因做上帝来感觉见笑，伊甚至已经为着因准备一座城。所以这个人，因虽然外在看来是同款，甲咱同款的生活，但是因根据对未来的一个羡慕，来调整因生活的方向。特别是亚伯拉罕，伊就离开伊原来故乡5年，迁徙到迦南地。所以，若是要测验一个人是毋是有真实的信仰，就要看伊敢有这个永远的心思伫内面。羡慕属天的产业，愈靠近上帝，对上帝愈有信心的人，伊是上帝的荣耀的产业，因为伊知影伊属伫天顶迄座城的百姓。所以主要所讲，人若疼爱世界，就无疼上帝的心。这毋是讲咱即马着马上放弃世上一切，脱离世界。咱是讲到一项，咱愈羡慕属天的产业的人，咱世界对咱的吸引力就愈淡薄。因注目属天的产业，超过今生世界的事。除非你整个心思结连伫永远，追求永远的事，安尼你会当感受到你本身属伫上帝百姓是何等荣耀，因为永远属天的事是荣耀境界。我就常常讲起一个居亨利Patrick Henry，伊为属。这个居亨利呢，伊是拟定美国独立宣言草稿的人其中一个。伊的遗书安尼写：我现在将我的财产为交予厝内人，不过我要依交上重要的物件，就是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。如果因有接受这个信仰，因就是富有的人。如果因无接受到这个信仰，即使因得到我的遗产，甚至全世界，因永远是真正丧向的人。咱拢关心咱的儿女，为着因来设想真侪代志。可能你若到某一种年纪，你可能想我会当留什么福音？你留福音呢？问看你，买想要留什么物件福音？可能一寡真正遗产啦、厝体啦，安尼。我到这个年纪，我嘛安尼想，希望安尼后摆因过生活袂亲像安尼咱过去遐艰苦，安尼。其实咱毋免等到最后入这个危俗的一个时刻，咱是毋是有这个永远的心思，看重咱是上帝的产业，
也看重上帝是咱的产业。即马表现，就看咱是毋是现在真重视儿女的信仰培养，为着你的后代来祈祷，希望因会当接受到你属灵的为善互因。有人对基督教有一个偏见，认为咱基督徒安尼比较较自私，亲像不食人间烟火，袂关心世界的代志甲苦难，人民的需要、社会问题，敢若关心咱家己未来得生、得救，甲得到永生，期待有一天去到真美好的一个天堂，这是过去的偏见。不过，咱若实在去了解基督徒对整个世界社会贡献，就知影事实毋是安尼。真正基督教信仰是会当明白上帝之爱，对永远的一种的亮光，来知影上帝疼世间人，也知影人本身是有一个无比的价值，是为着永远的目的来存在的。所以基督徒会进入到罪恶甲苦难的世界，引带因来明白永远爱上帝，通领受永远的基业，就是上帝。所以为着安尼，你若看整个教会历史的时阵，有真侪这宣教师，因就可能去到离岛、去到偏乡、去到山林。因为冒着性命危险，去到还未开发的国家部落来关心因。我相信，伫咱的台湾，嘛会当看到真侪宣教师所留落的脚迹，以及伊留予咱的一种的产业。过去咱台湾有真侪这基督教病院，这病院拢是外国的宣教师来创设。我有较侪机会去到这基督教病院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埔里啦、台东啦、屏东恒春啊、门诺。我早前去到这病院时，还佫看到这宣教师伫内面。咱最近有去埔里，安尼去甲真好势。我去的时阵是安尼几间厝安尼吼，还未地动以前，安尼佫有这园啦，安尼吼，树啦、花草安尼，即马拢安尼改变起来安尼，佫看到这宣教师伫遐，翁仔某伫遐。因在台湾医疗团队，然后嘛伫即个病院边设立教会，因为伊知影上帝疼，伊也知影上帝疼世间人，人有永远的一个价值，有无比尊荣的未来，所以伊会关心人。其实相对啦吼，嘛毋是讲大部分，嘛毋是讲有一寡人安尼。但是我相信大部分，若是无永远心思的人，咱会当想象伊的想法到底是啥物？一个人，也是公司伊经营目标，若是讲要得到全世界来做因的产业，因会安怎做呢？可能北下，趁愈侪愈好，当然薪水互伊愈少愈好。这伫每一个所在无论是台湾，无论是中国的所在，拢一个情形。因为目的毋是要互人较济，是要互得到较济。得到了家己若要得到较济，就安尼，互人较少安尼吼。因存在若是要得到较大的产业，全世界，因是竞争，毋是要造福别人。生命愈丰盛的人，伊就愈愿意来甲人分享。所以，若是拥有一个永远产业的心思的人，较袂留恋伫世上的一切，就愿意甲人分享，知影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，即种的道理。我伫教会牧会几十年，20几年的时间，看到教会真正足有疼心。伫教会中间，有人无安尼讲出，但是我知影，伊是暗时的中间，就做足侪有疼心的代志。看了非常非常感动，真侪是发生伫咱的教会中间。
无事会当知，因为知影困难是倒位，困难的人因怎样得到帮助，也知影啥物人对因有一个帮助，拢是暗钱中间所做，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为什么原因安尼？因为疼，因为看见这人的价值，所以会当愿意予伊。保罗为着有所教会第4项祈祷，就是互因会当知上帝的能力有运行伫咱的生命内面。上帝的能力，所以咱若想到上帝的能力时，咱知影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啊。咱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伊的能力甲伊的智慧显明伫所创造的万行有。这种能力甲智慧是咱微细的人无法度去理解，无法度去测度。上帝创造万行有了后，毋是任凭伊讲你就自生自灭，我就安尼来创设，你家己去安尼运作，无啊。圣经内面讲，伊是用权能创造万行有，嘛是用伊的权能继续维持宇宙万行有的运行。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，所有生命对伊来，到伫现今，伊嘛继续供应、食物甲能力。第2项，当咱讲到上帝的能力的时阵，还有一项。就是基督国外的大能力。圣经一直咧见证死的一个权势，人无论活偌久，无论勇壮，拢袂当逃脱死亡的权势。圣经讲到死临到众人，所以罗马书第5章就安尼讲：罪对一个人进入世间，死嘛对入来，结果所有的人拢会死。因为所有的人拢有犯罪，但是继续，伊安尼讲到，这个福音是讲起上帝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对人性来讲，伊是代表的后代；但是对圣洁的心性来讲，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，用大能力显明伊是上帝的囝。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创造万人有，予咱生命，但是罪嘛是一种能力，予人丧失生命，临到所有人。这个所在，上帝大能力，国外大能力显明伫主耶稣基督身上。哥林多前书讲到，基督一定着统治，直到上帝予一切的对敌拢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最后受毁灭的对敌就是死。主耶稣基督国外的能力赢过死的权势。那这个保罗基督讲，互咱会通来明白上帝的能力运行伫咱的身上，特别是国外的能力运行伫咱的身上。你敢有感受到这种能力？骄傲无知的人会讲：哇，我靠家己无所不能。但是圣经而且讲，上帝的能力运行伫你的身上，你有感受到这种能力无？如果你来问我讲，不是我，你有能力无？我真诚实回答，常常感觉软弱，可能跟咱每一个人同款。咱会感受这种软弱，无感受能力，是因为咱现在一种生活的一个事实的经验，所以足侪这个原因，互咱无法度感受能力，确实感受到软弱，所以咱家己有这种的经验，有这种的感觉，咱常常都有病痛。我有能力应该赢过病痛吼。咱家己性情的软弱，无法度去做咱爱做的，无法度闪避，无法度无去做咱无爱做的，安尼吼，安尼。想要做的咱无法度做，想无爱做的咱无法度去避免，性情软弱。
咱的生活有工作，咱的生活工作有压力甲挂虑，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大，大家嘛咧操烦恼代志。咱有一寡可能无好的歹习惯，无通改除，无法度改除。咱有肉体欲望，咱有罪本性，咱有面对世界忧郁。魔鬼撒旦亲像后狮入迷，甲咱控告互咱惊吓。咱有一个死亡的阴影，所以咱无法度感受这份能力甲荣耀。其实保罗嘛是安尼啦吼，伊讲我所以当夸口，就是我的软弱。真正咱若想咱家己的时阵，面对这环境，面对这真侪这压力重大，教会侵占的重大，保罗嘛感觉我都真软弱啊。去传福音的时阵，就面对这真侪这压迫、反对的溃烂，我哪法度去面对这个代志？我家己本身嘛有病痛，一支刺伫我的心上。但是，伊若转向上帝的时阵，伊讲上帝的恩典到我用。上帝运行伫咱身上的能力是啥物？这个所在所写，第一就是福音的大能。咱经验上帝的能力是啥物款的能力呢？第一项就是福音的大能力。咱得得救，是因为上帝能力的显明，只有上帝互咱成做基督徒。所以保罗伊就安尼讲：，毋过有上帝恩典，才有今仔日的我。伊赐互我的恩典无落空。伊是靠上帝恩典吼，才会当成做基督徒。亲像牛顿所写的这个奇异恩典。我做滴的下面是因为上帝奇妙恩典，才会当成做今仔日的我。安尼，可能咱大部分的人拢真恶直来相信，咱信耶稣感到什么这种能力？咱传福音的时阵，拢是安尼劝解别人，用各种个方式可能爱摆设足侪这物件邀请因来。所以因若咱信耶稣基督，咱就感觉足欢喜的。咱像互咱一个 favor， 安尼就感觉我信耶稣哦，我答应恁的邀请哦，恁所期待我有甲你完成哦。咱感觉信耶稣基督是非常简单，咱听，听了入耳，咱就决定讲好啊，我相信。其实事实毋是安尼。哥林多前书就讲，属血气的人无法度体会、理解上帝属灵的事，因无属灵的理解力。而且咱生活的一个世界，对媒体所传播的，拢是强调理性科学拢是强调迄个无上帝的信息。所以咱若活在这个世界中间，要相信上帝，真正无简单。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伊嘛安尼讲，伊讲：阮传福音到恁遐，毋是只有用言语，嘛着要靠大能力、甲信心，以及对福音有完全的确信。确信福音的能力会当拯救人，而且是靠大能力、甲信心来引带人信主。所以今日咱坐伫这个所在，咱成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知影这是大能力。我过去信主的时阵，伫我这厝边隔壁内面，就头前就是教会，但是我伫我的东盘中间，只有我来到教会中间。为什么会安尼？同款去到教会算，同款有这个野外处理学，但是伫我内面都有一种吸引力，随便我去教会，我去教会，其他人拢散去到倒位，我毋知影。恩典临到伫我身上，为什么安尼？恩典，互我成做今仔日的我。若无信，我就甲所有其他只同伴共款，可能小学毕业就去工作，然后就安尼人生就安尼四界去，
我有听到真侪我的同伴，到阮即个年纪的，可能几年前就已经离开世间，就安尼一世人过去。稳定。保罗伫哥罗西书讲，我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，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解、佮教示正人。但是伊讲，这是阮所会当尽的努力，但是为着这个目的，我是靠耶稣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，尽力咧拍拼。拍拼是拍拼，嘛是爱靠运作伫伊内面的大能力，靠到成就，靠到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这是福音的能力。第二项，咱有赢过世界甲罪的能力。世界一直咧吸引咱，咱内面嘛有真大一个欲望啊。所以亲像约翰一书讲的，咱谈论世间的物件，咱有人谈论世间，就无听上帝。足侪人拢安尼啊！你看现在的世界。追求世界的事，因为世间中间有亲像肉体的欲望、目睭的欲望，顶家己的财富来骄傲，这拢是对世间来，真正人拢为着这来活。但是约翰一书第5章，使徒约翰继续讲，因为上帝的囝会当较赢世间，互咱较赢世间的，就是咱的信。较赢世间的是啥物人呢？敢毋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囝的人吗？所以对着主耶稣基督，咱会当较赢世间，因为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神能力运行伫咱的心中，这就是保罗基督的目的，互咱知影，咱信靠耶稣基督会当赢过这个世间，赢过伫咱内面的罪的能力。毋是靠咱家己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咱着归往伊，来倚靠伊，亲像保罗基督讲，咱靠圣神通赢过这个世界甲罪的能力。第三项就是咱赢过生活试炼的能力。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有一句话，我常常过去拢有一个误解。我靠着加添我快乐的。凡事拢会当做，凡事拢会当做时，互咱感受到，咱亲像咱有上帝迄种全能的快乐，会当移山倒海的一个能力。后来我才知影讲，毋是啦运行伫咱身上的能力，毋是上帝迄种全能的能力，爱当改变真侪代志，改变到一切。咱无法度移山倒海能力，上帝嘛无将这个能力互咱。人一直要追求。有上帝迄种能力，改变气象啦，改变基因啦，可能去创造这真个病毒啊。后来我较知影讲，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13节，伊安尼讲就是讲，我靠使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快乐，通克服，也是适应环境。毋是互你安尼移山倒海的能力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上帝手术互咱的是当赢过生活试炼能力，适应、克服逐款的境遇。有一个尼泊尔，伊就安尼祈祷，这足有名，宁静的祷告。上帝求你使我安静的心。接受我袂当改变的，使我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，使我有智慧去分辨啥会当改变，啥袂当改变。帮助我去欣赏每一个时刻，甚至这是艰难困苦的时刻，通接受，然后通往平安的路。所以，伊伫遮所讲，我若当降服伫你的旨意，我就相信你会当互真侪代志调整。变做正直，互我会当伫生命中活了有喜乐，而且将来会当甲你真喜乐活伫永远的内面。兄弟姊妹，永远的心思意念，这是咱整个荣耀到价值的生命的一个原因。
恳求上帝互咱知，基督国外的能力伫咱身上运行。这种国外，毋是关系到未来有一天咱的国外肉体国外。这就现今会当运行伫咱现在基督徒整个生活。咱现在现今基督徒的生活，拢是靠上帝的能力运行伫咱身上的结果。念啊上帝，归永远活伫伊的面前，而且靠着伊来赢过世上甲罪恶的困难，咱会当有伊的能力，靠伊来赢过整个生活的一个困难，这是国外困难伫咱身上。上帝的能力会保守咱、扶持咱，直到咱进入到荣耀内面，因为咱是上帝荣耀产业，为着荣耀未来来活。上帝无任何的事，互咱甲上帝隔离，咱一定会当进入到上帝荣耀内面，因为咱是属伫伊能力所拯救，能力伫咱身上运行，帮助咱进入到永远的荣耀内面。咱三角来祈祷。主啊，开我的目睭，愿来明白你所调换的是偌大的愿望。也透过今日，我会当来明白，我已经信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何等上帝的恩典、奇妙的恩典，也是你运行福音的大能力，拯救我的。主啊，这个能力是主耶稣基督国外能力，伫阮身上运行，透过圣神，互我赢过世界的引诱、罪的权势，然后我会当赢过世上各种样的艰苦困难。主啊，互阮知，阮是你荣耀的产业，你扶持帮助阮，一直到阮进入到永远荣耀内面。主，你听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咱三角来吟回应诗，圣诗126首，美妙主耶稣。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咱来唱奉献的诗。请起立。
也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，表达阮的感恩，搁尊荣你的名，愿你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即时我来报告本会消息。本主日，咱配合即个防疫的政策，室内50人的限制吼，所以咱伫个华语的礼拜、实体礼拜甲网络的直播我来讲国语好啊吼。华语实体礼拜跟网络直播的礼拜是在礼拜天的早上9点，7楼40人，1楼10人。台语礼拜、实体礼拜、网络直播礼拜是在上午10点半，8楼、9楼，人数是50人。Maybe Good 的儿童线上礼拜是早上10点到11点半。参加实体礼拜的兄姐，请进出会场，也配合防疫的措施。那本会也在申请主日公报社，也在申请主日礼拜室内的人数可以达到90人，来增加我们各场聚会的人数。本主日赖牧师代表公报社前往中正教会，为文字的传道奉献主日讲道请安。第二，本主日8月15恢复代餐代订这个便当的服务，每份便当自付50元，余额由教会来补助。那教会上不能开放用餐，所以不便之处，请大家可以见谅。8月14到15举行主日学童工退休会，地点在天山农场，共有20位童工参加。8月22号10点到下午4点，本会要举行 Maybe Good 的升级营，限80人，网络报名，8月15截止。地点是在四方的鲜奶牧场。无法自行前往的人呢，9点前要在教会集合，费用是100元，当天入园交给童工。8月29号星期日，我们要举行主日学的升级礼拜，升级的名单如下：如有疏漏，请向玉山干事来补正。升小一的有黄以珍、杨一山、郭芊芊、古嘉义、陈兆提、郭品明、方于桥。升国一的有郭敏佑、陈佑云、黄信元、陈燕熙、林宏安。升高中的有王凯成、黄威祥、徐家俊、张恩熙、张怡兴、肖丽杰、李志恩。升大学的有陈巧薇、庄晨燕、肖兰。还有本会的 Maybe Good 放暑假，耶稣学校线上的聊天，主题耶稣是谁？8月19号真葡萄树，在礼拜四的下午3点到4点有一个 Google Meet，欢迎儿童们能够参加线上的 Bible Study。那防疫的期间，要特别请兄姐能够利用网络的转账来奉献。以下这一些，再请大家可以留意。那请牧师有补充报告吗？好，没有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请咱继续来做这个祝福切切的诗篇第392首，请起立。俄罗上主万福本源。相信就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人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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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，灭道。